嗱，最近喺香港娛樂圈呢，就上演咗一場堪比溏心風暴嘅頂心風暴啊！大仔化身為頂心杉，隱瞞佢老豆前妻病逝嘅事實，仲以醫藥費嘅名義攞錢，而且仲唔俾弟婦入靈堂，兩兄弟當堂反面。而近期兩父子呢，更加係互爆錄音，呢件事嘅走向反轉又反轉，兄弟爭屋契爭存款嘅經濟糾紛全部擺晒上台。呢一連串嘅離譜操作啊，唔係咩電視劇嘅劇本啊，而係 TVB 資深藝人鼎爺一家人真實上演嘅家族內鬥大戲。今日呢期視頻就由八公碌不我將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以及最新嘅反轉內情從頭到尾同大家梳理一次。究竟係邊個喺度爭緊家產，邊個喺度講緊大話呢？我哋一齊睇完再嚟判斷。嗱，呢件事嘅爆發呢，喺背後啊，其實有好長時間嘅伏筆嘅。隨住鼎爺前妻思明年紀越嚟越大啦，有一次唔小心跌親之後，身體狀況又斷崖式下滑，生活無法自理，需要專人去貼身照顧。而大仔李永漢就借住呢個機會包攬佢媽媽嘅起居照料、睇病陪護，仲將所有對外聯絡嘅事務全部攬晒上身。嗱，呢度更加有心計嘅呢，係佢乘機攞咗思明嘅法定監護權，直接將佢阿媽嘅醫療決定權、對外話語權、日常所有事務嘅處置權，全部揸喺自己手上，即係相當於一手遮天，把控所有嘅消息。從此之後啊，成頭家就好似改朝換代咁。鼎爺想去探佢前妻，次次都俾個大仔李永漢攞各種借口嚟百般阻撓。而弟弟李永豪都好心急啊，跑勻各大醫院四圍打探佢媽媽嘅下落，甚至無奈報警求助。但就算係咁啊，想見佢媽媽一面，依然係難過登天。一家人嘅關係搞到連朋友都不如。但呢度最令人心寒嘅事，仲要從2018年講起。李永漢借住佢媽媽嘅療養啊、醫藥費啊、家用等等嘅借口，3日唔埋2日呢，就向年紀好大嘅鼎爺伸手攞錢，3萬隨意開口。7年時間計埋啊，鼎爺已經心軟，足足支咗將近200萬港幣。咁大一筆嘅血汗錢，竟然連一張正規票據都冇。講句唔好聽啊，呢啲啊都係老人家嘅棺材本嚟嘅。亦就係咁樣無休止嘅接濟之下，兩兄弟嘅人生差距越拉越大。大哥李永漢生意慘敗之後就徹底本撇啦，再都唔肯踏踏實實揾嘢做，成世仔呢就諗住靠啃老度日，生活開銷全部指意佢老豆。我哋反觀下佢弟弟李永豪啊，一直安分守己紮根喺 TVB 拍戲，有穩定嘅演藝收入，私底下仲自己經營餐廳，經濟完全可以獨立，從來唔會厚住面皮伸手同屋企攞錢嘅。亦正係呢一種生活狀態同埋經濟能力嘅懸殊，令兩兄弟嘅心態慢慢失衡，私下嘅矛盾都越積越多。只不過到呢個階段啊，兩個人仲一直維持住表面嘅平靜嘅。所有嘅矛盾喺2026年3月21日，即思明女士因為肺炎離世嘅嗰段時間，終於爆發。大仔李永漢喺佢媽媽過身之後，刻意隱瞞死訊，監生瞞咗成10日。直到3月31日，可憐嘅鼎爺先知道前妻一早就過咗身。更加離譜嘅係，思明啱走第二日啫嘛，毫不知情嘅鼎爺仲俾李永漢以後續嘅醫療費、療養費為借口，呃咗成6-7萬港幣。鼎爺後來接受採訪嘅時候啊，都情緒失控咁話：我嬲到跳起啊！人都走咗啦，你仲攞醫藥費嚟呃錢？你究竟有冇良心？仲算唔算人噶？嗱，呢件事都成為鼎爺徹底心寒，再都冇辦法原諒大仔嘅致命導火線。咁面對外界質疑，哥哥李永漢事後唔係冇解釋嘅，佢辯駁話自己係有及時通知噶，但鼎爺嘅態度呢都十分之撐到行，表明李永漢就係刻意隱瞞，冇任何嘅借口可言。去到4月22日，思明設靈當日，家庭嘅矛盾算係徹底公開化啦。喺靈堂之上，哥哥李永漢直接禁止佢細佬李永豪嘅妻子入去靈堂送別，兩兄弟當住所有親友同埋媒體嘅面，徹底反面對峙。行到嚟呢一步啊，所謂嘅兄弟情分、家庭體面已經完全冇晒，所有人都睇得出呢頭家已經散咗啦。而就喺最近嘅5月6日，鼎爺正式對外發聲，做出咗近乎斷絕親情嘅決定。咁將來所有嘅嘢咧，就交付俾我細仔，而同埋我第二新抱咧，幫我好多忙嘅。
佢委託律師簽署正式文件，將自己名下所有銀行存款、千萬物業、晚年安排同埋身後事所有嘅嘢，全部全權委託俾次子李永豪，指定李永豪為唯一資產執行人。與此同時啊，佢宣布徹底切斷對李永漢一家所有經濟支持，咩工人開銷啊、屋租家用啊、孫輩嘅開支啊，從此一分錢都唔俾。對於已經81歲嘅老人家嚟講啊，可以做出呢個決定，你話要幾咁痛心先得嘅？即係等於徹底斬斷咗咁多年嘅經濟中庸，都意味住父子之情徹底去到無法挽回嘅地步。咁經濟突然之間俾人切斷，早已習慣咗依靠爸爸生活嘅李永漢，梗係冇辦法接受㗎啦。佢好快就發起強勢反擊，直接將成件事上升到羅生門嘅程度。5月7日，李永漢全盤否認攞咗200萬嘅講法，反而拋出重磅指控，直接話李永漢夫妻私底下轉走爸爸340萬港幣，仲指責佢細佬兩公婆變相軟禁自己老豆，刻意操控銀行賬戶，左右佢老豆嘅言行。聲稱佢老豆對外嘅控訴都係俾人洗腦之後違心講出嚟嘅。講嘢咧，我想問點解咧？點解咧？係咪你唔聽佢又罰錢啊？又將你啲錢轉去佢 account 啊？咁佢日日罰你都得噶咯？佢根本係攞藉口嚟攞你錢噶啫，咁同搶冇分別噶。喂，你加佢嘅名唔係等於俾佢 approve 佢咁樣轉錢噶？咁樣係盜竊噶，係詐騙嘅行為嚟噶。我唔識嘅。我而家叫你行出嚟，你就係你越係 stay 喺度就越多麻煩。我唔行得出去噶。點解唔行得出去啊？點解唔係你自己俾人軟禁咗喺間屋嗰度？你自己間屋嚟噶。係啊係啊。你話俾人軟禁係咪啊？係。邊個軟禁你啊？你細佬。即係李永豪啦，係咪啊？係啊。同埋台灣婆係咪啊？係咪佢兩公婆啊？差唔多。呢段說話一講出嚟啊，大家當堂睇到眼擎擎。咁有人覺得啦，長子常年盡孝，理應攞到啲補償嘅。咁都有人懷疑次子借住打理資產嘅名義暗自爭產。但係呢段錄音都有啲問題喎，因為懷有剪輯嘅嫌疑。於是喺呢個階段，雙方講法各執一詞，真相究竟企喺邊度呢？網友都陷入咗兩極嘅猜測入邊。咁空口無憑嘅爭執係冇意義嘅。真正可以穩定住輿論嘅呢，永遠都只有證據。5月8日，鼎爺直接放咗個大住出嚟，公開多段電話錄音同埋完整 WhatsApp 聊天記錄，原聲無剪輯，將私下嘅對話全部擺到公眾面前。喂，你咁樣做人唔得喎！你有冇搞錯？你嗰日同你講兜口兜面講埋點樣做？5萬蚊一個月你自己講，你自己話你嘅定期8月開嘅有200萬喺嗰度，200萬點解俾唔到咧？又唔係一次過要你俾？今日咧就決定咗我冇得續約噶啦，咁樣咧，而家咧我幫你哋交租最多交租啦，你出繼續出咗屎橋啦，唔係屎橋。講先，你快啲揾份嘢做啦，我之前唔講我冇嘅。快啲揾份，你唔該你嘅我好學歷，連高中畢業學歷都冇，我記得45歲出去做 sales 都唔使話冇。你兩公婆都唔做嘢，點養你咧？有個屋契就係我手，我訂咗咗你銀行，你吹啊！嗱，喺錄音入面呢，可以清清楚楚聽到哥哥李永漢理直氣壯要求爸爸每月固定俾自己5萬蚊嘅生活費，仲時時刻刻記掛住鼎爺名下200萬嘅定期存款，一心淨係諗住存款到期啦就全部佔為己有。當鼎爺苦心勸佢踏實去揾嘢做啦，自食其力啦嘅時候，個大仔呢又自私又本撇咁話，自己學歷唔高，年過45歲啦都冇人願意請噶啦。咁索性乜嘢都唔撈，明目張膽咁話呢世人啊就係靠老豆養噶啦。咁而最令到全網火滾嘅呢，係佢攞住九龍塘1000萬物業屋契，公然向佢老豆施壓威脅嘅嗰段對話。佢好直接咁話，而家屋契喺自己手上，隨時可以攞住去銀行按揭套現，爸爸根本就攔住佢，甚至仲好囂張咁話，大把辦法慢慢同佢磨。咁呢番說話一講出嚟啦，網友徹底睇清楚呢一場親情背後嘅冰冷現實。嗱，咁本來大家都以為噶啦，呢段錄音出嚟之後，真相已經大白，成套劇都可以劇終噶啦。但估唔到反轉仲喺度繼續。5月9日，李永漢又放出自己剪輯嘅錄音片段，試圖去扭轉輿論，刻意截取片段，
指責佢細佬李永豪對爸爸語氣惡劣、言語不敬，仲暗示話佢細佬兩公婆限制父親自由，變相軟禁操控。而面對呢一番刻意帶節奏嘅指控呢，李永豪都唔忍啦，佢直接話對方放出嘅只係惡意剪輯、斷章取義嘅片段，而且放出完整嘅錄音，表明自己同太太就係急住勸佢爸爸守住資產，及時止損，好好安度晚年，從來都冇惡言相向，更加就唔存在咩軟禁呢個講法。李永豪仲表明話，所有資產委託全部都係爸爸自願選擇，做律師全程見證公正，只不過為咗規避物業同埋存款被私自處置嘅風險。咁隨住雙方嘅不停來回拉扯，成件事隱藏嘅內情同埋細節都慢慢浮出晒水面，誰是誰非啊，大家都一目了然嘅啦。咁所以後續李永漢呢都靜雞雞改口，佢唔再全盤否認收錢，反而新爆出一個反轉細節。佢話呢幾年啊，阿爸爸呢確實有大額轉賬到自己賬戶嘅，總額大概呢就183萬，但係堅持認為啊，呢個係佢爸爸自願贈與，唔係自己刻意去攞嘅，試圖同自己嘅行為做出一個合理嘅辯解。咁而另一邊呢，思明離世之後留低嘅遺產都隱藏住唔少嘅法律隱患，因為生前監控權係由哥哥李永漢掌控，而且又冇提前立清晰嘅遺囑，所以而家兩兄弟啊各執一詞，對遺產分配嘅分歧好大，短時間之內肯定係冇辦法達成共識，後續大概率呢都會行上法律訴訟嘅途徑。成件事講到呢度啦，基本上已經定晒型，後續嘅走向係點，亦都大致上可以判斷。鼎爺同長子李永漢兩父子嘅關係徹底破裂，老人家公開表態話餘生都唔想再見佢啦，親情都冇可能再修復。雙胞胎兄弟竟然徹底反目成仇，互相指控侵佔財產、惡意誹謗，雙方都已經由律師介入。按照而家情況嚟睇呢，未來1到2個月好有可能係正式對簿公堂，遺產、物業、存款糾紛全部去到法律層面做最終了結。目前鼎爺名下所有資產、千萬物業全部交俾細佬李永豪打理監管，而哥哥呢徹底冇晒經濟來源同埋資產處置權限，唯一仲握喺手上嘅屋契都喺律師嘅介入下被限制私自抵押套現。呢場大龍鳳嘅輿論究竟係點呢？都唔使我多講啦，基本上全部都係撐鼎爺嘅。絕大多數網友都好難認同哥哥李永漢瞞喪騙錢、擺爛啃老、屋契威脅父親嘅做法。個個都心痛81歲嘅鼎爺到咁大年紀啦，再搞壇咁嘅嘢出嚟，亦都好理解李永豪俾人攔住去探媽媽、被拒靈堂、無端孭鑊之後，選擇守護父親嘅立場。甚至開始連其他藝人都睇唔落去啦，紛紛公開表態力挺鼎爺，批判李永漢嘅所作所為。我哋再翻轉頭睇下啲成場嘅豪門內鬥，真係睇到人非常唏噓嘅。再多嘅千萬物業，再多嘅存款積蓄，始終換翻一家人嘅和睦團圓。嗱，雖然話呢一場係一場堪比溏心風暴，甚至好睇過溏心風暴嘅大戲，但其實呢都係因為呢一場大戲嘅主人公叫做鼎爺，而且有各種各樣嘅媒體去報道。但係呢一種屋企人一旦有人離世啦，各種兄弟姊妹一齊嚟爭家產，爭到連親情都唔要、面都唔要嘅情況，其實並唔少見嘅。可能睇緊呢一條視頻，甚至睇緊呢一場大戲嘅人入邊，都有唔少人曾經或者正在經歷咁樣嘅事。我之所以點解咁有感觸呢，係因為我喺幾年前都曾經經歷過好類似嘅事嘅。咁希望大家喺經歷完咁樣嘅事之後，依然可以振作起嚟，因為你仲有自己嘅家庭噶嘛。好啦，呢一場大戲就講到呢度。咁我想問下大家啦，你覺得呢場風暴入邊邊個係最可憐嘅呢？呢一段破碎嘅親情，仲有冇任何一絲和解嘅可能呢？歡迎大家評論區入邊理性留言討論啊！咁中意呢一期節目嘅朋友，記得點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咯。我係八公碌斌，帶你換個角度睇娛樂圈，解鎖更多不為人知嘅娛樂圈故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